不過我覺得我識你，絕對識嘅，仲好熟，非常咁熟嘅。500年之後，係我哋點識㗎？喺一個月黑風高、陰森恐怖嘅晚上，我係至尊寶，你係白晶晶，奇妙嘅愛情就由橋頭上邊嘅呢一點火而開始。我擰過嚟，你就失驚無神向我一指，我成個手着晒火，你仲要衝埋嚟，係咁嚼，係咁嚼，係咁嚼，係咁，唔係咁嚼，咁嚼，係啦，就係咁嚼，你見到啦。跟住個發展，我可以大膽用一句峰迴路轉嚟形容，因為突然間殺出一個牛魔王。你當時手執一條尾龍骨大戰牛魔王之後，仲將我捉咗翻去盤絲洞。所謂光陰似箭，真係一啲都冇錯，因為眨下眼啫就講到戲肉。喺斷崖頂就係感情爆發嘅時候。當時我不顧一切咁抄你，你又不顧一切咁抄我，仲立下永不分離嘅約誓。但係快樂永遠係短暫，換嚟只係無窮無盡嘅痛苦同埋唏噓。點解你會死咗？我當時唯有利用月光寶盒令時光倒流嚟揾出真相，終於俾我發覺原來你係自殺嘅。喺最後關頭，我終於都能夠將你救翻。但喺最後一次嘅時光倒流，月光寶盒發生故障，我唰一聲翻返嚟500年之前。